看国内昨桃园捷军绿线工程发生吊车并车的意外，连带去缀到边的货车，甲拄好经过一台波转车，造成2个人受伤。画面翕到吊车并去第一时间真惊险的画面。这件伫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吊车工案的意外，发生伫大园区G14站附近，连带去缀到边的货车，还有一只经过波转车。 加在无造成重大伤亡，因为吊车甲驶波转车的驾驶2个人是轻伤。起吊呢重物的时候呢，那在转向的时候呢，这个发生了倾倒的一个状况。吊车驾驶左脚轻微擦挫伤，送往长庚医院就医，已无大碍。另吊车倾倒时波及行经自小客车，该车驾驶右手挫伤，经就医后已返家休息。 初步了解是吊车伫收工了后，要甲配当的设备甲吊起伫搬到车顶悬的时阵，过程当中因为食重的鸡无安好势，发生吊车起气规个变轨工案事件。咱若详细事故的原因，要进一步厘清。在质量法规定，这在我们做吊车吊挂作业前，那需要做事情的地质调查，那选用适当的支撑方式，那避免这种吊车翻覆的意外发生。 捷运工程是属于定类危险性的工作场所，有关职安部分，款这个单位是职安署。根据职安法的规定，若是违反吊挂作业相关的规定，会当罚3万至30万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